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16号。这一期啊，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胡适啊，最近这个走势啊，越来越像指数慢牛。确实啊，结果上看也是指数慢牛，但是啊，不能不说啊，这个风险是越来越大呀。这是一轮啊，完全脱离了基本面的沙滩上盖高楼的一个行为，一个走势啊，就是基本面没有任何变化，说不定还在恶化，但是不影响它指数走牛，走慢牛。那这个指数为什么会走慢牛呢？钱从哪里来？借着央行啊公布的7月份啊居民的存款呢少了1.1万亿，这个媒体开始渲染啊，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说存款搬家信号出现，00后股市啊股民入市，行情热起来，感觉到处都是机议会。A 股牛市氛围渐浓。8月15日，沪指收涨0.83%，盘中再次突破3700点关口，创近4年新高。随着牛市行情升温以及7月金融统计数据出炉，存款搬家议题引发关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8月13日发布的数据，7月人民币存款增加5000亿元，同比多增1.3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1.1万亿，同比多减7800亿元，非银存款增加2.14万亿，同比多增1.39万亿，也就是居民存款多减了将近8000亿，而这个非银存款呢多增加了1.4万亿。据第一财经报道说，接受采访的多位人士均表示，7月非银存款大增，反映出居民存款向金融产品转移的趋势，可能受近期股市慢牛行情影响，居民存款搬家现象显现。中信证券宏观团队日前发布研报指出居民存款搬家或已开始，在资产配置结构变化、投资情绪回升和风险收益改善的推动下，部分资金可能会流向股市等风险市。在市场环境改善时，存款搬家或带来可观的增量资金流入，为股市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马上就要出这个00后教你怎么炒股，对吧？00后整顿股市，就像00后整顿职场，对吧？00后整顿这个车市，00后整顿楼市一样00后马上要整顿股市。这个上海交易所数据，今年7月 A 股市场新开户数196万户，比去年同期增加70%，环比增长20%。这个中新经纬报道，8月7日下午，记者到达国都证券营业部时，一位大爷正在请工作人员查询股票账户的收益情况。我忘了账户里有什么股票，过来看看。据大爷透露，他在21年前就开了户，目前账户里面还有一只基金和一只股票，其中3万元本金的基金收益为23万元，另一只股票的本金是45万元，赔了18万元，但大爷未透露基金和股票的名称。大爷算是幸运的这个他21年前开户的一共是48万元，将近50万那个时候50万，我想在上海还可以买个像样的房子没毛病21年前，那就是2003年、04年嘛。我在北京买的第一套房就是2003年买的，总价才42万。也就是你静态的看这个大爷好像他的收益还不错实际上这里面有几个大问题。如果大爷自己跟自己比那他这个战绩还是不错的，毕竟没赔钱，23年呢没有赔钱，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持有的这只股票21年，这股票居然没退市。21年前买的股票45万买的，现在还赔了18万，这是什么股票套了21年了。有很多人就是他就只见那个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他只看到那些炒股票赚钱成功的那些吹的厉害的。大部分人是跟这个大爷是一样的，如果他这只股票退市了，他是45万本金就没了。好就好在大爷这个他3万块钱买的基金居然赚了23万，所以大爷21年炒股净赚5万，那也算是在股市里面赚了钱的。但是赚了钱又能怎么样呢？21年前的48万，现在变成53万，就这么点事，50万呢，没跑赢银行利息。现在53万在上海恐怕只能买个厕所买个卫生间，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战绩因为大爷没有乱动。这21年买了这一只基金一只股票就一直这么放着，如果他要炒的话，恐怕那本金恐怕都没有了。那现在呢，大爷一定后悔，也就是说他当时配置的时候基金买少了，股票买多了，对吧？只买了3万的基金赚了23万，买了45万的股票赔了，有这种惨
惨痛经历了啊，不光是大爷，胡锡进老师也是这样，对吧？他在饭局上面听到别人推荐2只股票，他回来就都买了，一只涨一只跌，涨的那个很遗憾买的少，重仓跌的那个，你说这个就是这么别扭，人生就是这么不如意啊！大爷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啊。当初如果倒一下，对吧？45万买基金，3万买那个股票，那是什么感觉？这个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的啊，说北京的李女士表示，行情这么好，她也想抓住这波机会，赶紧上车。还没有这个看到大爷的故事啊，这一套就20多年了，什么股票20多年还没解套。说虽然李女士于7月30日开户，至今尚不足1月，但她对未来的投资之路充满期待。我同事前段时间买的医药基金，1个月赚了15%，这就是典型的啊，只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他那个同事也不地道啊，就赚钱了就告诉他，赔钱自己对吧？一个人默默承受啊，赚点钱就到处声张。这个散户都是这个样子啊，这都是这德行的。这个李女士说啊，自从她炒股以后啊，现在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创新药、人工智能、机器人、军工、算力。然后这个李女士啊得出个结论，说只要认真研究，总能找到合适的机会。网友评论啊，只要认真研究啊，总能找到解套的办法。但恭喜你入套了啊！先别说赚不赚钱，但是这知识绝对是对吧？最前沿的科技啊，最前沿的知识，这个最新的地缘政治动态、贵金属的走向，那绝对是熟记如新呐。00后赵宇轩也在近期开通了股票账户，他表示看着上证指数节节攀升，他有一种强烈的参与感，投入了2万元到股市中，行情热起来，感觉到处都是机会。赵宇轩表示啊，他的本金不多，打算先从熟悉的科技领域入手，在实践中学习投资。另据潮新闻报道，30岁的文艺工作者王小薇炒股之后，很奇怪啊，文艺工作者是干啥的？小红书页面从美妆、翡翠、旅行变成了清一色的财经博主。抖音也是8月4日以后，大盘重新上攻，站稳3600点后继续冲击3700点。王小薇靠着手里的几个牛股和指数基金，盈利2万多元。他盘算了一下，可以买个包了，现在不那么害怕了，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期待开盘。但王小薇依然会紧张，他觉得仓位太重了，得找个时机出来一些。最近王小薇抖音经常能刷到这样的段子，说牛马只要到了周五就莫名的兴奋，因为周末到了，而炒股的人到了周末瞬间觉得人生索然无味，反而对周一莫名兴奋。还有一个段子，王小薇也觉得很有趣，我要炒股，怎么还不开盘？赚不赚钱无所谓，就喜欢那种悲喜交加的感觉。王小薇觉得段子很符合当下的状态，股市带来的刺激已经成为他情感寄托，他现在只想赚钱，对谈恋爱没了兴趣。你看啊，这个指数牛市一来啊，连谈恋爱都没了兴趣，这个确实啊违背了国家的初衷。国家拉胡适啊，把胡适营造成一种指数牛市的这种氛围，可不是不让你谈恋爱啊，对吧？你不谈恋爱，那结婚的人又少了，结婚人一少，生孩子又少了，那这个无论从消费、从楼市、从胡适都是难以为继啊。如果很多00后啊都因为这个胡适慢牛不谈恋爱，那这慢牛很快就会结束啊！有关部门随时宣布结束，还是回去谈恋爱吧。谈恋爱是正事啊。刚才说了啊，这个指数慢牛是杠杆牛，实际上不是什么存款搬家搬到股市了，存款搬家是事实，对吧？7月份的数据已经明确了，但是这个胡适的钱到底从哪儿来的？存款搬家到底又搬哪儿去了？这个数据明明白白，这个居民存款减少1.1万亿去哪儿了？央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国内居民存款单月减少1.1万亿。在存款利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理财产品、基金等资管产品的相对收益率优势不断扩大，存款搬家现象显著。目前6大行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 0.95%， 银行理财平均年化 2.12%， 是存款的2倍多。另据银行理财平台稳利保数据，第2季度就是4月1号到6月30号产品年化收益率为 2.76%， 这一收益差距直接推动银行理财产品规模的增长。实际上这个也符合咱们的节目一直的这个推荐，是不是？咱们从去年9月就开始了，建议你的这个存款里面拿出1/4出来买这种理财产品，而这个理财产品是那种货币基金就是 R1 风险，低风险。那这个低风险呢，它的平均收益率也在2%左右，比那银行利息稍微合算一些，而且这个它这个赎回很
很多都比较方便，适合对吧？你临时需要用钱，对吧？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实际上就是理财产品，对吧？就是非银呐，这个增加，就这么个结果。但是有的媒体就非把它渲染成说搬到股市里面去，股市里面的钱从哪儿来的呢？还有啊，这个财联社报道啊，最新数据显示 ，A 股成交额攀升至2.3万亿后，成为 A 股历史上第28个成交额突破2万亿的交易日。A 股历史上啊，要记住了 ，A 股这30-40年啊，这30多年呢，一共就28个交易日，成交额是突破2万亿的。尽管最新 A 股两融余额数据尚未披露，但结合市场整体表现看，今日两融余额突破2万亿已无悬念。8月14日也将成为历史第7个、近10年第2个成交额及两融突破双2万亿的交易日。据统计 ，A 股成交额曾在3个时期共28个交易日突破2万亿。结合两融余额来看，历史上共有7个交易日 A 股成交以及两融余额均突破2万亿，多集中在2015年5到6月间。2025年8月13日、14日相继成为这一指标的第6、第7个达成日。华创证券表示，当前两融余额与成交额再次交叉印证市场情绪活跃，实际上就是危险啊，已经悄悄临近，对吧？这个股市啊，它是靠杠杆资金来的，靠这个融券融资，不是什么存款大搬家，对吧？存款搬家是搬到理财产品那儿去了，当然也有部分恐怕买到基金里面去。如果是杠杆牛，大家知道，万一对吧？只要他现在这些都是场内的这些赌徒啊，加杠杆，因为他们相信啊，政府啊是不会让指数掉下来的，他们认为政府一定有办法让指数慢牛继续下去，所以因为他们深信了，所以他们要捷足先登啊，加杠杆啊，勇敢搏一搏啊，单车变摩托，所以是场内的这些赌徒啊在加杠杆，等着场外的这个00后啊开户，对吧？赶紧拿着钱进去接盘。这个一旦啊连续下跌到一个警戒线，对吧？那这个融资盘呢，它就互相踩踏，强行平盘。这个风险在哪儿？我们再看啊，媒体报道啊，这个著名的对冲基金桥水，对吧？桥水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啊，2季度清仓全部的中国资，这个桥水的达利欧啊，好像是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资产的多头。我还记得上半年他不是接受媒体采访，是中国的资产，对吧？现在是主要配置，未来怎么样？所以这个海外机构都是一个德行啊，一旦他鼓吹这个中国资产的时候，说明他第一个已经仓位埋进去了，然后等着这个被忽悠的人一进去一接盘，行情一好他就跑了。所以他鼓吹这个中国资产的时候，一般他都已经买完了。这个桥水就是典型的啊，对吧？一边嘴上说中国资产如何优质，对吧？未来不配置中国资产，那你就落伍了。一边啊浇顶抹油，对吧？一看这个股市行情好，赶紧跑啊！这个中国资产的死多头桥水基金，它不是说减仓啊，是清仓，所以这个也给股市的这些金融消费者啊敲响了警钟啊。新浪银行报道啊，说近日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发布寻找高利率大额承担的帖子。今年以来，尽管权益市场火热，伴随着净息差收窄，仍有不少投资者继续保守心态，偏好存款产品，其中大额承担有备受青睐。不过在利率不断下行的环境里，大额承担利率也不断下行，沪指破3700点，南汉存款热，对吧？这个财联社说的啊，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指数慢牛，但是啊，这个存款热并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如果这个指数牛市啊再忽悠一段时间，而00后再不跑步进场的话，人家就撑不住了，可能这个沙滩上建大楼的行为啊就要终止了啊。所以从这个杠杆牛到桥水基金啊清仓中国资产资金啊，从这个存款呢搬家，但是却没有搬到股市，而是搬到理财产品，这个已经说明问题啊，这个风险啊正在逼近。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进老师啊，也就是胡一进老师最近这个收益还是不错的，所以说这个他最近对这个各个时事的评论呢也非常多，但基本上都是遵循了啊赚得多，然后他的人性就消失得多，丧失得多，产生的一点人性啊已经被他赚了那点浮盈呢给这个埋没了。你比如说啊，这个关于这个4+4那个董某银事件啊，对吧？这个卫健委的通报出来了，5家机构19个人被问责。我也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是什么感觉，我看完之后啊，我就感觉这个调查组啊，那绝对都是高手啊，就像那一个把一棵树啊，或者把一个那个树苗连根拔起之后，但是他做到啊一点泥土都不带，就是那个根呢拔出来之后，那根的须，对吧？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树这个地表底下那个树根呢，那是错综复杂，对不对？有主根有须，对吧？它是扎入土壤里面
汲取养分的，哎，感觉就是把整个的树拔出来之后，须须都还在，整个的根啊完好无损的，但是上面一点土都没有沾。这俗话说啊，拔出萝卜带出泥，它这回是拔出来之后啊，泥是一点都没带，但是呢，须须完好无损，感觉是一种叫非常完美的、精准的啊这种剥离技术。什么叫剥离技术呢？对吧？也就这个事情啊，你看完之后，你感觉一种它就跟董小姐有关系啊，其他的一概都是不实消息。这是第一个，对吧？一切跟董小姐没关系的，那都是传言啊，只有董小姐这个是坐实了的。你看，所以这个切割技术小心翼翼的把全切掉了，然后等整个的处理呢，你感觉好像是罚酒三杯吗？还是不痛不痒？给人感觉一切好像这个体系有问题，但是问题好像又不大。他这个倒是符合我当时啊董小姐的4+4节目我的分析啊，对吧？我说董小姐这个恐怕就是小官啊，就是怎么说呢，有很广泛的人际关系，但是他又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官啊，特别大的官也不会把自己孩子整到那儿去，对吧？特别大的官一般的就是一步到位啊，还把孩子送到那儿受苦啊，各种实习，对吧？各种轮岗，还得让人睡，所以他是个小官，对吧？一定是官僚，对吧？有各种关系网，他们对规则啊非常这个掌握的熟练，县官不如县管，所以他把各种不可能啊，就到他那儿就变成可能，而这个官方的解释正好跟这个完美贴切了。这个5家机构19个人协助董小姐造假，但是他就没有说这动机，对吧？这5家机构19个人，他们是冲着董小姐的面子，还是董小姐家里人的面子，还是董小姐家里人背后还有什么人的面子，对吧？去干的这事。总之啊，网友啊还有很多疑问，但这不重要啊，一点都不影响胡锡进老师叫好。胡锡进老师典型的又把这个丧事啊办成喜事。你看胡锡进老师说啊，在董某莹事件中，几年前做的手脚被一一溯源追踪，责任人受到相关处分。我认为这是社会对维护公平正义、对犯规零容忍，并且抓住就打的一次宣誓。各种违背公平正义的犯规都是有风险的，出来混迟早要还。有些事情不是不报，只是因果未到。你看看胡锡进老师就变成这种啊，又是三世喜办啊，他从来不引导大家反思呀，或者是让有关部门反思如何预防这种事情，他就知道第一个，对吧？带头鼓掌叫好，感恩感谢感激啊，又赢一回啊，赢麻了。不光是董某莹啊，还有这个广西防针岗这个亮振女的事情，今天也出了结果。胡锡进老师继续啊，这个也不顾自己巴掌已经这个手掌已经鼓肿了啊，他继续鼓，继续叫好，继续赢一回。胡锡进老师说啊，今天有了后续处理结果，不仅亮振女被行政拘留5日，她的丈夫李某也受到处分啊，行政执法证被收回并撤销，另有6名警察受到了不同处分和教育。说亮振女事件再次表明，搞特权耍威风只能在封闭的小环境里逞能，一旦拿到阳光之下，他们都有根本的心虚，不堪一击。他说，因为我们的社会最终是讲法的，追求公平正义的，任何耍特权的胡作非为都遮不了天，尤其是到了公共舆论场上，所有特权立刻变得很脆弱，根本经不起打。公平正义是谁都放不了的道义基石。就胡锡进老师他也不问一问啊，那在广西这个地方，亮振女、亮振这种土壤是不是就没有了呢？广西啊，这个亮振这种现象，难道仅仅是什么搞特权吗？这么简单？而且对吧？有关部门处理这个亮振女和她丈夫，处理的也不是搞特权呢，对吧？亮振女是无心之错啊，这一情急之下拿起了她丈夫遗失在车上的这个执法证啊，然后这个对她丈夫的处理也是她保管执法证，对吧？出了问题，人证分离了，所以说啊，就对她进行处罚，没有哪一句说他们在搞特权。所以胡锡进老师啊，总是和稀泥啊。我们再看啊，那关于这个双普会谈，普京啊坐着飞机啊，冒着风险到阿拉斯加听这个特朗普的续职报告。胡锡进老师昨天不是评论了吗？说这是普京的勇敢之旅。昨天咱们也说了啊，这普京在阿拉斯加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对吧？而且普京最担心的并不是阿拉斯加的美国人，而是担心他离开莫斯科以后啊，俄罗斯的野心家纷纷露面，到时候不让他回来，对吧？到时候不让他降落，飞机在天空中画了个问号，然后飞向什么地方，然后又坠落在哪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个风险远远高于特朗普头脑一热把他扣下来。特朗普如果敢扣普京啊，这个我可以保证，这个梅德韦杰夫绝对会扔核弹。昨天还说普京是勇敢之旅，今天胡锡进老师评论啊，他先说啊，说因为普京的到来，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安克雷奇街头似乎被乌克兰支持者占领了。对，大家在视频上都看到了吧？这个乌克兰街头啊，路边啊，全部是举着啊安克雷奇的这个街头啊，路两边全是那个举着乌克兰国旗的这些老百姓在那喊
喊滚出乌克兰，停止杀人。胡锡进老师自己居然贴了个视频，还写了个评论，这叫人心所向。胡锡进老师看不见，对吧？他就不觉得普京是个侵略者，普京是负有什么伟大使命。就这些老百姓在那呼吁，他看到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不理解。这些人啊，放在80年前或者90年前吧，那也是站在对吧大国的街头，举着旗子喊对吧日本侵略者滚出去。直到这个普京啊离开了阿拉斯加，大开奇啊跟这个俄罗斯莫斯科地面联系了啊，飞机应该能正常降落。所以说胡锡进老师又开始写了啊评论了，他说特朗普拿普京没招，从一上台他就给普京设下一个温柔的陷阱，但他现在应该发现掉下去的是他自己。他在一条自以为可以连唬带骗征服普京的路线上越走越深，已经很难回头了，因为完全回头意味着自我否定，如瞌睡桥为伍了。特朗普与普京的阿拉斯加会晤只进行了不到3小时，而之前俄方表示会谈可能持续6-7个小时，而且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总之，这次全球瞩目的俄美峰会展现了特朗普与普京的亲密，宣告西方对普京敞开了至少一扇大门，但是他没有达成协议，而且成果比人们预想的还要低，但他留下了和平的希望。你说这个胡锡进老师啊，就是搞到最后怎么洗地，他也不知道怎么洗，太复杂了啊，对吧？前面又说特朗普给普京挖了坑，温柔的陷阱，后面又说啊，展示了2个人的友谊。这是胡锡进老师就是精神已经错乱了啊，展示了特朗普与普京的亲密。一会儿又说啊，这个他们没有达成协议，一会儿又说这个成果比预想还要低，但是留下了和平的希望。面对这个胡锡进老师这么分裂啊，就是说这个连这个他们那个阵营啊，正能量阵营的这个灿荣老师都看不下去了。灿荣老师啊，在胡锡进这个微博专门转发了，还评论了啊，说老胡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那潜台词就是你这个脑子就别想这事了啊，对吧？你毕竟是个宣传人员，你就喊好就行了，不要思考，对吧？你一思考大家就发笑，就这意思啊，对吧？你就鼓掌叫好就完了。这个连灿荣老师都指出了啊，说即便普京和特朗普坦诚了什么，最后也得落实。问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特别是乌克兰会落实吗？能落实到什么程度？说这个灿荣老师还说啊，在确凿信息不多的情况下，我们外人很难判断。我估计就是特朗普本人都不知道会谈成什么鬼样子。然后这个劝告胡锡进老师啊，你再等等。也可见这个灿荣老师也看不下去，胡锡进老师在那乱，对吧？像无头的苍蝇一样的，既想给俄爹洗地，但总是添乱，对吧？洗成了高级黑。所以这个作为他们统一阵营的灿荣老师啊，看不下去了，出来就是你消停一点。好，我们这期节目啊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